眨眼間已經嚟到2025年嘅終點，就讓我哋一起回顧過去4個月體驗咗嘅活動，同埋我哋感受到嘅校園氣氛啦。喺校園入邊，有好多人一齊活動，有好多活動亦都可以參與，有好多愛嘅鼓勵、分享嘅機會，同朋友開心嘅時刻，亦都得到肯定。校園生活多姿多彩，充滿活力。循道重視培養豐盛生命，做個有品格嘅自己，懂得關心他人嘅循道人。從認識歷史、體驗中華文化，同埋親身去到國內交流，見證住國家嘅進步，亦都為中國人感到自豪啊！恭喜你啊！你喺2025年有一個開心滿足嘅校園生活。We can do it！